好多觀眾咧想知道今次你再度上山執教南華會，係南華會專程請你翻嚟啊，抑或你翻嚟香港度假適逢其會咁樣執教咧？好偶然嘅，應該講係適逢其會啦。我記得啊，喺東方對愉園嗰場波，我就去睇波啦。咁啊啱啱喺球場度門口度碰到阿洪生，咁啊問起我嘅近況啦。咁大家傾一輪之後咧，咁佢話我一陣趕去台灣睇幾個字波，我就走噶啦。咁我攞咗我電話，我諗一諗啦咁，我翻嚟我會同你聯絡噶啦。咁個禮拜三翻嚟之後咧，就俾個電話讓我宵夜。咁啊大致上就喺嗰晚咧就傾得8、8、9、9噶啦。咁禮拜四咧佢翻嚟南華會，同羅傑成先生研究過之後咧，就係喺球場宣佈啦。然之後喺10點幾夜晚再同我宵夜嘅時間咧通知我。嗱，我記得咧，你喺去屆球季嘅時候咧，曾經翻過嚟香港，我喺蒼魚話當年嘅節目咧，亦都係訪問過你啦。咁啊，當時你翻嚟咧，同伊波路針盤咧，其後唔成事，你就翻去美國啦。咁啊，事隔1年㗎咯喎，會唔會對香港嘅球圈啊陌生咗，而影響你日後執教嘅南華會咧？我次次翻嚟呢，我1年大約都翻嚟3次啊。咁我周時都有睇波，而喺美國嘅時間呢，因為我都有喺啲體育消息嗰啲電視度咧睇到嗰啲足球嗰啲片段嘅。咁應該嚟講咧，都唔算係特別生疏。嗱，以往你執教南華嘅時候咧，替南華會咧攞盡唔少錦標啦。咁啊，今次你翻嚟，你亦都明知咧南華今屆嘅成績咧，到目前為止咧係欠理想啦。咁就球隊又陷於低潮。咁萬一啊，你唔能夠將呢隊波搞翻好佢，將個成績咧冒升翻，你咪一世英名盡爽，冒唔冒險啲啊？哦，呢鋪咧賭得幾大。照正如果係呢班人咧，都唔係話曳得咁緊要嘅。如果係原班人打咧，就肯定好吃力。因為個年齡係平均嚟講咧，呢班人嘅年齡都相當大。如果係原班人打咧，就肯定咧，我會搞得好辛苦。個機會咧都有，但係唔會好大。如果係調整下咧，我相信應該有一番作為。嗱，剛才你講話將呢隊波嚟要整頓一下啦。咁啊，但係球員嘅年紀大，呢個係無可否認嘅事實，你唔能夠減佢嘅歲數㗎。咁你點樣搞呢班波？嗱，球員咧年紀大咗咧，就經驗豐富，相對嚟講體力係消失得快咗啦。個體力肯定係冇咁好啦。咁換句説話咧，喺訓練嗰度要好小心。你唔可以狂谷佢，佢個受傷嘅機會多。要好小心，好小心，即係好似操啲老馬咁。喺保養嗰方面咧，要做同訓練嗰度咧，要做到恰到好處。嗱，據我知道咧，你哋快將會揾多2位外援球員翻嚟㗎。咁呢2個球員係咩料？報紙已經公佈咗啦，艾雲尼啦，你呢個 call 你應該如果係冇傷冇病，應該嚟殺晒啦啩。咁另外一個咧就喺物色緊。嗱，你哋再揾多2個外援球員翻嚟之後咧，隊中啊總共有7名外援球員㗎啦。咁啊，即係話咧超咗2個名額啦。咁第一排陣方面咧，你會唔會有困難咧？為咗將隊球隊搞好佢，咁啊不惜工本去揾多2個外援，使多一筆錢。事前大家都唔想㗎，但係既然嗰個即係要搞好佢啦，咁唯有咪加碼啦。咁到時睇下邊5個最 fit 嘅，就用嗰5個。好啦，飛哥，祝你好運啦！咁就勇南等咧，對你今次再重新上嚟執教南華會咧，就寄望甚殷啊！希望你得償所願。好多謝你。